大家好啊，我係芝麻。今集就嚟到日本超大型嘅連鎖燒雞居酒屋鳥貴族啊！自從上年12月喺屯門開咗第一分店之後，終於開到嚟觀塘嘅 APM 商場，係第3間嘅連鎖分店啊！第3間分店係11月12號星期三開始試業嘅，我哋今日去係星期六嚟㗎，係開業嘅第4日。你睇下門口仍然仲有好多人哋送嘅花牌㗎。我哋去到嘅時候係晏晝12點半，唔使等位，直接可以入去。餐廳嘅燈光裝飾同埋格局都係呈現咗居酒屋嘅路線，入邊嘅位置呢都好闊落，同埋個空間好足夠㗎。一入座嘅時候，職員呢會即刻提點，如果要落個貴族雞糊飯呢，就要即刻落 order 啦。因為製作需時啊，佢會喺你面前點完個火，個火呢就需要燃燒20分鐘嘅時間。好，我哋睇下個餐牌先。雞糊飯啦、拉麵同埋燴飯當飯都係29.9，另外就係白飯配溫泉蛋，仲有白雞湯就19.9。基本上呢間餐廳嘅價錢就定位於19.9同29.9兩個價錢。串燒我哋就叫咗2串雞、1串牛同埋1碟雞翼。整體嚟講冇乜大驚喜，但係職員嘅態度實在太殷勤啦，feel到佢哋好有熱誠㗎。飲品到咗啦，一杯呢就係可樂，另一杯就係熱情果果茶。首先嚟到嘅係明太子薯仔沙律配溫泉蛋，之後就係沙律蛋黃醬烤雞沙律，味道就好一般，淡淡的。呢2串係蒜味果香燒牛肉串，嚟到嘅時候見到仍然有啲血水色，但口感都係有啲韌。呢個係明太子雞胸肉串，其實如果唔係啲明太子醬呢，係同白烚嘅雞胸肉冇分別嘅。呢串係貴族雞腿燒配秘製醬汁，呢個係冇2串㗎，係1串29.9。秘製醬汁嘅味道呢，就屬於一般大陸嘅日式照燒醬汁味一樣味嘅。鹽燒雞中翼29.9有3隻。呢碟雞翼食落冇乜鹽味，仲要燒到個皮有啲苦苦地，因為燒得好似太燶啊。同買雞翼返屋企自己煎係冇乜分別㗎，因為鹽味都唔係好足夠。食到咁上下嘅時候，望到個飯已經停咗個火啦，嗰度寫住焗多5分鐘就會更加入味㗎。等我開蓋睇下先。成餐飯最有特色就係呢個苦飯啦，一開蓋嘅時候就聞到好大陣山藥味啊。個飯就正正常常，但係略嫌啲配料就少咗啲。小朋友就未必會喜歡有陣味啦。我哋加咗個甜品係士多啤梨味巨蛋雪糕。食完所有嘢啦，準備走啦。串燒界餐廳嚟講係一間平民食堂，唔知點解基本上嚟到嘅嘢食都唔係好熱，真係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啊。今餐我哋食咗2碟小食、4碟串燒、2杯飲品、1碟甜品，同埋仲有個苦飯，加埋10樣嘢，食咗295.9。簡單嚟講，餐廳係用價錢嚟吸引客人，但係如果用串燒嘅質素嚟去評論呢，就只係僅僅合格。總括嚟講，一試無妨。但係如果2個人食咗呢個價錢，你哋又覺得值唔值呢？我就覺得好一般啦。埋單嘅時候，職員都冇提及到可以夾公仔，係我哋自己睇到，只要你 follow 佢嘅 IG 或者 Facebook 就會有2個代幣。之後就有個疑似係日本嘅職員呢，行埋嚟好好咁幫我哋搭高啲公仔啊。第一次夾嘅時候，最有機會嗰粒，哎呀跌咗落去啦。到第2次再夾嘅時候，夾到，但係都係跌返落去㗎。走嘅時候，我哋去咗2樓平台嘅花園玩咗一陣，但原來就唔係太多嘢玩嘅咋。不過都叫做有個空間俾小朋友喐動下啦。
今集嘅分享去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滋滋悠悠。大家有冇食過呢間鳥貴族呢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